Hello，大家好。影帝梁朝偉咧，咁佢拍咗一套靈性嘅電影，咁佢係探討緊咧人同埋大自然嘅連結，就係講緊一啲靈性同埋哲學有關嘅深度電影。咁其實個故事主軸係講啲咩？係以德國大學植物園嘅一棵古老銀杏樹為主軸嘅觀察者，跨越100年3個好經典嘅事。咁佢其實就係講述緊一啲物種之間嘅一啲溝通上面嘅表達，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 communication， 包括其實成個大自然，我哋都其實係同佢哋或者佢哋同我哋都係 communicate 緊，但係個語言係唔一樣，所以我哋喺度探索緊呢一樣嘢嘅。相對於同時咧，佢仲講緊咧3個時代裡面咧男女唔同相處，同埋一啲文化級別啊、階級啊、一啲觀念啊等等，去俾我哋去思考現代嘅生活模式嘅。